南港音乐保存者陈燕珠，伫咧2004年获文化部认定做南管音乐保存者，接触南管60多年。这届文化部甲伊的故事生平记录出版一本册，和最近间国宝陈燕珠的南管风华，由学者施德玉来做记录，希望透过文字的记录甲谱，甲台湾珍贵文化保存落来。这位是南管音乐保存者陈燕珠，民国36年出世。伫咧迄个年代，因为条件无好，国小毕业就去做工，甲厝里斗分担。想要学南管，就爱在下班时间家己去学。算做讲，我的迄个老板呢，伊拢嘛真听阮啦吼，就是讲下班时间，伊就先甲阮讲。你倒在食饭食咧？啊，他等下我带你来去南城社安尼。去到南城社呢，阮就一直伫遐练到差不多下暗12点。陈燕珠对15岁开始伫咧台南南城社学南管，到现在已经80岁。到大伊同款维持每礼拜3、拜6拢会参加台南南城社的活动。文化部为着要保存南管基地，出版一本号做《临江国宝陈燕珠的南管风华》。作者伊写陈燕珠的生平故事，收集南管乐谱甲相关传承留落来记录。我是用一个音乐人的角度来撰写，而且中间很多南管文化的专有名词，我都有把它诠释做注脚，让一般民众、社会大众看到这本册的，会让知影什么叫做南管。陈燕珠真感谢文化部，伊讲当初囡仔时学南管拢是靠口传，连录音机就无，但是现在有文化记录，影像传承，南管的声曲就有机会伫咧台湾代代流传。记者陈阿选林旭凯台北报道。